大齋期默想系列第15天，3月21日。題目：世界是生命的培靈谷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創世記第1章第2節。乍看之下，空虛與混沌似乎令人聯想到天地初開之時嘅一片荒涼，空無一物。然而，聖經中對呢兩個詞嘅運用，卻遠超我哋嘅表面理解。以賽亞書咁樣描繪審判嘅景象：以東的河水要變為石油，塵埃要變為硫磺，地土成為燒着的石油，晝夜總不熄滅，煙氣永遠上騰。耶和華必將空虛的準繩、混沌的線拉在其上。以賽亞書第34章第8至11節。耶利米書咁樣警告：我觀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虛混沌，肥田變為荒地，一切成就在耶和華面前，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毀。耶利米書第4章第23至26節。呢啲描述顯示空虛與混沌並非指無物，而係混亂無序之境。聖經學者指出，創世記嘅核心並非描述從無到有，而係從亂到序。創世記嘅作者希望強調嘅係，喺人類歷史嘅初始，邪惡已然存在，然而上主君臨萬有，佢平息動盪，將混沌整治為秩序。創世記完整成書年份大概喺主前400至600年間。呢個信息對被擄歸回嘅猶太人尤為深刻。果時，亡國之痛仍刻骨銘心，百廢待興，重建民族身份與靈性根基成了迫切任務。喺呢個時候，重新審視古老嘅啟示，反思信仰，讓佢哋認識到，儘管邪惡未曾消失，上主卻從未遠離。佢容許邪惡存在，卻以劃界、限制嘅方式掌控一切，並守護佢嘅子民。由此可見，世界並非享樂嘅伊甸，而係培育生命嘅試煉之谷。人世嘅境遇係上主精心設計嘅操練場，培養人們嘅勇氣、憐憫與堅忍，使人喺苦難中認識自己，歸向上主。創世記並唔係僅僅訴說創造嘅壯麗，更係要鼓舞信靠上主嘅子民，喺邪惡充斥嘅世間持守信念，行義拒惡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世界是生命的培靈谷，呢句話對你有咩啟發呢？佢如何影響你對人生嘅規劃與抉擇呢？第二，猶太人喺國破家亡、重返故土後，更深地重建與上主嘅聯繫。呢個揭示咗苦難嘅價值，就係促使我哋更親近上主。回顧你嘅生命歷程，曾經嘅挫折與傷痛，有冇亦引領你更接近主呢？第三，想起你經歷過嘅人生低谷或挫敗，當時你嘅禱告係如何呢？現在回望嗰啲經驗，你又會如何禱告呢？